今日去咗試新嘢，就喺呢度啦。新店環境好治癒，一去到先做頭皮測試，會先睇下我嘅頭髮問題。香港嘅天氣問題，頭髮好易出油同好笠，所以成日都有頭痕甩頭髮嘅問題。之後就會入房 ready 啦，成個配套都令人好 relax。新店有3款全新推出嘅頭療，我而家做緊嘅係高效活性育髮再生護理，可以幫助激活毛囊，強韌防脫，刺激皮層細胞嘅血液循環。呢個頭療由髮根以至頭皮都清潔得好仔細，過程中佢哋會細心講解。完成療程之後，你會覺得頭皮同髮根好乾爽，頭髮變得輕盈。同場仲有好多唔同產品俾我選購返屋企。頭髮真係好需要定期護理。